大家好，我係 KCL TV 特派記者蕭普蘭。今個星期六4月12號就係我哋慶祝學校30週年嘅大日子啦。今年我哋會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舉行典禮，等我教大家點去啦。去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有2條路線。如果從地鐵站去嘅話，首先如絲出口直行，然後搭 lift 上潘咸道，跟住出 lift 之後轉左，一路直行就會見到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嘅入口㗎喇。如果從學校出發嘅話，首先向上行到高街，然後轉左一路直行，就會見到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嘅入口。入到去大樓之後，要搭 lift 上3樓，出 lift 之後經玻璃門行出去，跟住轉右直行，再轉右。就係社區會堂嘅禮堂入口啦。你哋係咪都識得嚟啦？我哋星期六再見啦。